水铁爸爸，欢迎第一组来宾罗嘎。我是杨，我是罗，阮兜叫做杨马龙。欢迎马龙。好，第二组、第二组来宾，欢迎阮这边的西队。大家高中有够强，朱婷老师心善良，学生行为介理想，未来国家的栋梁。带来九类台。欢迎欢迎，谢你，来大家行好，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谢雄。来介绍阮这组的队长，阮红娥姐啊来啊啦！哎呀，大家好啦，阮兜叫做油马咯，为着你要摕钱，你看阮今仔三代拢来啊，哎呦，欠钱就好，真好。即摆先介绍查某囝，来介绍我这有够水的查某囝，有水无？水，生妈妈啦。即摆小金含我人侪咧做 podcast， 嘛是叫做油马咯，哎呦，阮的姓，阮就姓杨，啊就姓罗，啊就这罗规家伙拢捧来。甲现场，互大家来看一下。油巴咯，嘿，网络顶应该拍记就知影啦。是啦，这路就爱看到阮祖妈位啊，吼，阮宝宝，是啦，上介可爱的宝宝，啊，真水，有水无？就气质的跟我呢。无关系，气质就好啦。吼，啊，今日伊真烦恼，为着要上节目，3天3暝无困呢。哎呦，烦恼无摕到钱，是要安怎转去交代呢？欢喜就好，我嘛感觉是安尼。欢喜就好，放轻松。不然讲这样子。真奇怪哦！平常时拢讲台语，若跟我讲的以前拢变国语，你不能讲这样子。台湾国语，你来遮尽量讲，妈妈尽量讲台语，你要安怎讲就讲。袂叫我钱啦，嘿。妈妈生少水，后生一定是缘投。对唔对？这阮翁啦，是哎呦，老电视，油巴罗的罗主啦，伊是美国的歌舞协会在台的代表。还有代表啊，欢迎你啦！代表夫人呢？欢迎规家伙啊，拢来啦！甲100万就都转去啦。对啦，加油！好，来第二组。哦，第二组阮这边吼，恁是杨嘛对吧？是。阮这边是西啦。西。嘿，啊欢迎咱的带队老师，老师你好。来好。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人讲江湖咧走跳，推销自己真重要，所以我的名叫做朱青孝路，因为无想要互叫做欧巴桑。哦，孝路，朱青孝路，所以我叫朱青孝路。是。啊，这是我的台语王子。哦，台语王子呀。是等下台语王子哦。王子哦。来，王子，咱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我是大家高中的学生，啊，我的数学袂歹，我嘛真介意闽南语，因为伫咧国小的时阵，老师闽南语上课亲像咧听故事，所以我上介意的科目其实是闽南语。而且今日拢炸作品来啊！你讲这西啊是应该去做的，对。哦，用纸对不？纸浆去做的，真水，真水哈！这做一个偌几工？因为等你纸。2至3工。哦，3工就工啊，是真水真水，是。所以讲你是老师的骄傲。老师，我甲你讲，两位嘛是你的骄傲。是，好来，咱介绍落去来。台语公主。介绍。你叫什么名？大家好，我是Geki。啊，我平常时嘛伫咧厝内底甲我的阿嬷讲台语。啊，你袂歹啊。所以我的台语其实袂歹，不过我惊讲即个来节目了，我会流气。袂啦，袂，免惊，你是咱大家国中的骄傲啦。对，好，唔免烦恼，尽量讲，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杀入去。我的台语班长。我是叶利友，我会介意台语是因为阮兜的人常常咧用台语咧开讲，所以我就爱台语，因为想要甲因开讲。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真好，真好。是大人讲台语。你是要讲台语哦，无啥，是大人讲，咱就对伊讲，这叫做传承。对啦。嘿，咱做上好的传承就是咱的老师。对啦，无唔对，嘿，对，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哦。欢迎咱的陈鸿辉陈老师。社会讲台语，
全家拢欢喜。好，来，大家拢会问吼，咱来照规矩来甲讲落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咱这季吼，咱的比赛过程较无共，咱分做3个阶段，初赛、复赛、甲决赛。嘿，所以意思你只要有赢了，一直来，3摆以后就会使摕到奖金100万咯。哦，所以咱今日是初赛哦，一定要先把迄基本提起来哦。加油！安尼拍摄一定是阮呐，人这有咧读书写字呢。是啊，我伫遮哦。哎呦，来，阮为着台语做足侪功课的。哦，唱声。阿妈几日刚无困。我嘛几日刚无食饭哦。我食饼。来，一定甲抢回去。但是我甲你讲，这100万是假，命喏。啊，所以咱看到才知影是毋是真的。袂啦，袂骗你啦，100万伫倒位咧？来，100万。来，请看。真正是100万哦！希望哦，2队今日啦，吼平手嘛不要紧，拢先甲落啊基础拍起来啦。好，今日咱来去第1回合的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经济兵，来，咱这个回合美秀有一个答案。阿雄我嘛拢有一个答案。是阿分送哪层？咱这回合吼，拢总就是有6000哦，恁只要选到上济会使摕到6000块，加油哦！哦，一定要加油，先把6000块提起来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青江菜台语安怎讲？哦，青江菜哦，美秀这边是油菜。油菜。嘿，因为你甲看，你捌煮过这哦，火锅拢捌煮过对。对。伊落去了有维他命。哦。伊维他命真济，啊，搁迄有油脂。哦。所以讲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油菜。哦。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汤丝仔菜。哦。哎，因为你看，是不是敢若迄个规叶甲拆落来，敢若一个汤丝仔呢？有油辣蚵。哎，你嘛有道理哦。是，不过。美秀这边也是油菜，阿雄这边是汤丝仔菜。好，来2队，咱请选择美秀、阿雄、经济兵。哦，是我感觉无唔对啦，大家拢相信你应该是对的。啊，拢无叫。因为妈妈拢有教，哦，妈妈拢有教过，应该拢捌煮过饭，拢会知啦。是，先问阮五姐啊。来，阮这早起拄啊一直甲我手扭咧，意思是讲伊会晓，叫我卖假搞，你知影？哦，竟然甲我手扭落来呢。讲哦，这都是学习，对啦，伊一定捌听过你讲。所以讲你知影，捌带我去菜市啊，买菜时阵哪看哪扣，伊竟然知影时阵，其实我嘛烦恼，我惊伊记唔到。哦，结果你记了个对。当然，我是有认真甲你听呢。哦，认真听，当然呢。啊，那是油菜咧。油菜敢若是另外一种啦，较细只。罗先生捌陪妈妈去买菜，妈妈也是某去买菜无？我拢陪阮某去买菜，我拢做苦工。哦，我拢咧刮菜的。无安尼是友好，是安尼是友好，所以讲你知影这是无划骗去。无啊，汤丝仔菜。讲一个，妈妈捌煮过无？因为伫咧学校有一摆咧煮火锅，老师叫我摕汤丝仔菜，我还佫想讲迄是啥，老师就过来甲我讲是这种菜叫汤丝仔菜。哎呦，好，老师，咱这个答案是，答案是阿雄的汤丝仔菜。两队拢足熬的，来分数。恭喜这边得到2000。好，然后咱这边的咧。老师这边嘛得到2000啊。哦。这大家拢知影答案啦吼，啊，就是讲咱这虽然讲题目看起来是足简单，不过这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咱应该爱实在生活中，吼，咱4颗链等的一寡物件，包含这个菜色安尼，嘿，所以油菜还油菜，啊，这是汤丝仔菜，吼，拄则已经有讲是馅啦吼，迄个叶啊，甲迄个饼连起来，吼，啊，像汤丝仔，咱有做者迄个菜色，也是动植物的号名，哦，有些就是看伊的形体去号名。哦，以上。来哟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蛋黄管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来，大
家看，这是毋是直直？哎对，是毋是直直？有影。啊，就直接安尼闻，对。哦我的答毋是直讲啊吹，安尼，嘿。我弟弟的讲啊，安尼咧吹。嘿，像讲啊共款来吹，我的答毋是直讲啊吹。是，啊我阿雄这边的答案叫做乌达啦。乌达啦。你看这个是毋是乌的？是吼，啊，咱这种型的吼，都叫做达啦啦。达啦。嘿嘿嘿嘿。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对，所以这种拢叫做乌达啦。乌达啦。不过因为我这边的答案是直讲啊吹呢。你讲的敢若嘛有理，因为是真正直直的讲。对啊，不过你讲的嘛是有理的，啊，就乌乌嘛。对啊，乌达啦，滴滴答答，对啊。对啊，要安怎？哎，来两队，请选择啦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。嘿，无共款哦。来。阮罗家，互我真有面子，因为有一个人选我，是，我来问罗先生，代表，罗妈妈是安来选我嘞？迄支叫做直笛啦，哦，直讲啊吹，我看是对，因为你是直啦，哎，对，直讲啊，嘿，直讲啊吹，有道理哦。哎，等下哦，这边有意见哦，你选的是。上来乌达啦嘞，其实我两边我两个拢无啥确定啦，竟然是规个靠咱一人一半，总有一个人会对啦。哦哟，真巧，甲风险给你甲分开啦。买保险的概念嘛。嘿，卡来咱嘛有签啊。要不过我嘛感觉应该毋是直讲啊吹，直讲啊吹，毋是直讲啊吹。因为应该分即几个种，你还要讲直的啊，几个几拢直的啊。系啊。啊，无你搁讲两句来。诶。好，谢谢。弟弟臭蛋，讲袂出来。弟弟臭蛋，弟弟臭蛋。没啦，鼓吹嘛是直的。啊是啊，拢直的啊。所以若是讲这直，我感觉哦，这个乌达啦，这个有可能。这边甲你交情拢介好。哦，谢谢。这边拢甲上的交情拢真好。对。好，来，咱班长，你还未讲话哦。因为伊看起来乌乌。嘿。哎，你下下有迄落话无？有迄落。乐队有无？管乐队有无？有啊，恁无参加？无，所以无机会摸到啊，可惜啦。那有影有机会，嘿，伊就知影。是，好来，老师要有答案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答案是阿雄的乌达啦。拄则有讲到这乐器的称呼啦，吼啊，因为有一款的是叫做拼呐，啊有一款叫做达拉，吼啊当然达拉算较通称啦，吼啊因为这算较外国传来吼，啊对于外国传来物件，其实都爱看什么款的时机甲机会，有时啊就变做是讲哦较早传来可能就有一个过去传统的讲法，就是讲有人甲伊合作声安尼，嘿啊，所以这个是乌达啦，有人讲其实嘛唔那是单簧管。有的人是认为讲，佮包含到双簧管，但是嘛有的人认为干那单簧管，这变做讲翻译的名到底是倒一种，其实无一定完全做一致啦。嘿啊，目前传统安尼留落来，就是讲用乌达啦讲的上济。嘿啊，拼啦，有些有的人是讲拼啦是迄种摕环的咧分的迄种，嘿啊有的人是认为讲。不管环底的，拢是拼啦，所以这名有时会有一寡无共所在、无共人的看法嘛，无一定完全共啦。啊，不过这种的基本上较多数人是讲乌达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上尾一题啊，咱请出声。加油哦，都有2000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俗语讲一面抹壁双面光，这是咧讲一个人安怎？美术这边是处事圆融，是安怎嘞？就是咱大家拢捌看过迄落涂水赛，对啊。伊伫抹壁的时阵，伊摕迄抹刀，嘿，抹刀，是不是安尼抹来了这边会拢光的？系金骨的。是，就是讲咱做人做代志哦，拢共款，拢边啊两边我拢袂去得失着，嘿，我做好人安尼啦。是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双面刀鬼。双面刀鬼，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看起来喙齿目笑啊，啊内底太可鬼，就是我咧讲的代志，甲你想的可能无共款哦。嘿，我甲你讲的是好代志，但是答案是不是安尼，无一定哦。不要紧，不过我这边的答案也是处事圆融。我这边是双面刀鬼。好来，
两边请选择。有当时讲哦，这人安尼讲啊好，安尼讲啊好，讲等你来一面抹壁双面光啦，对，安尼讲人啊，讲是讲你学了你做代志真圆融，啊，我咧讲一句是嘛，小可咧甲你甲你嫌讲奇怪咧，啊，你拢要做好人，啊，歹人别人去做安尼吼，啊，不过做代志真正是种真圆满，有顾头顾尾安尼啦。俗语一面抹壁两面光，是讲一个人安怎咧？我这边的答案也是处处圆融。我这边是双面刀鬼。好来，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伫遮先甲大家讲一个感谢，啊那，感谢恁听我。拢听你呢。恁感觉就是做代志拢遮尔啊圆融安尼就对啊，莫去得失着别人啦，两边双边拢好啦，是毋是五姐啊？无毋对，有当时讲哦，这人安尼讲啊好，安尼讲啊好，讲等你来一面抹壁双面光啦，对，安尼讲人啦，啊意思就是讲哎呀，讲是讲你学了你做代志真圆融，啊我咧讲一句是嘛，小可咧甲你。甲你嫌讲奇怪咧，啊，你拢要做好人，啊，歹人别人去做安尼吼。啊，不过做代志真正是种真圆满，有顾头顾尾安尼。啊，王主咧，因为我想讲，咱传统的工人啊，因做代志拢是啥物拢好，较拍拼，所以无啥物会像生命刀鬼安尼。咱正确的答案是，答案是美秀的处处圆融。哎呦，赞哦赞哦！表示这个俗语算作是有伫咱的生活环境吼，有听到有咧用。啊，伊咧讲的双面吼，本来意思是咧讲迄个涂水师的迄个抹刀，抹壁的时阵壁安尼光骨平平，啊，迄个刀嘛因为有抹过，所以嘿刀嘛是安尼金骨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迄个双面光本来是咧讲迄啦。嘿，啊，当然这个俗语的应用有时啊会变做讲，有人用伫较正面，有的人用伫无听到有小可负面，就亲像拄仔管我这讲的，本来是无啥物歹意，啊，毋过嘛有的人会用伫咧，敢若有小可咧哭讲，即个人啊个敢若要做好人安尼吼，嘿，有的人会安尼用啦，啊，但是本来的意思就是对涂水师吼的迄个，即个用抹涂抹壁的即个行为来开始生出即个俗语的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两队的分数，看阮罗家，罗家今麦有5000，哦，真好。那咱犀利，有6000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正港佚佗人。正港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？甲两位报告吼，咱这回合吼，都是用镜头带恁来去看风景，游览世界。嘿，有当时啊是台湾，有当时啊是外岛，有当时啊是外国哦。啊，伊有一个重点的点会互恁看到，嘿，搭一个城市的重要的物件，嘿，像101，哦，你就知影讲迄是倒位，台北市，嘿，啊，就记得个吹落去，嘿，啊，分数哪算？嘿，咱这回合拢总有4题，4题，一题3000，所以上济才摕到12000块，加油啊！好，来，今日甲摕起来就对啊啦，吼，上回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的这个影片呢，请讲出这个景点吼，是什么长？哦，4个字哦。什么长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老师，哦，来，老师应该是中正纪念。哎呀，哦，中正纪念堂，应该应该是是中正纪念堂，对唔对？对。哦，慢一步，有咱对啊啦。对啦。好，来分数先。就可以得到3000了。来，咱继续看落去，好不？好。哇！这
大家拢真熟悉啦吼，伊是40几年前完工的啦。上主要除了这个有足大的这个空间有真侪这个绿地以外，还有这个重要的国家戏剧院甲国家音乐厅嘿，真侪人伫遐做这个休闲运动活动等等但是嘛有人呢有一个另外的名，就是讲民间啦、俗称啦，会讲伊因为是咧纪念这个以早的蒋总统，所以有的人会甲伊讲叫做中正庙安尼啦。不要紧，无摕到爱哦，冲起来啦！骹手伤慢呐，嘿，不要紧，我嘛知影。会记哦，骹手要紧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第二组，唔免紧张，唔免紧张。咱的阿姨啊，伊平常时会甲阿公阿嬷看阮节目无？会啊。会，是也是你介绍阿嬷讲，阿嬷有一个节目袂歹看。系啊，等伊甲讲者。哦，好啊。来，甲阿嬷介绍，你当做迄个就是恁阿嬷，紧来。Hello， 阿嬷。嘿，加讲一寡。我就开心的，因为我上电视啊。上电视啊。上电视啊。介高水。搁闭者。阿嬷，阿嬷，你也甲阮看哦，嘿，看恁的乖孙仔伫遮啦，伊上电视啊啦，是，即马要来抢奖金啊哦，好，我要出来去佚佗啊哦，好来，上个咱行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选的这个景点吼，注意看哦，伊是咱台湾的一粒山哦，台湾一粒山哦，嘿，唔那水搁真悬，而且顶悬搁有一寡迄个表演通看。哦，有2个字的山哦，2个字的山，对。好，来，咱请看哦，好，来，请看。即马是要互恁看这风景尔，黑死来啊！哦，来免黑死哦，来。台湾的2个字的阳明山。唔是吗？我衫都亲像拢共款啊。好，无要紧。我唔知啦，好啦，你讲啦，你讲你的答案是阳明山。阳明山。阳明山。好，来，咱来问老师，好不？好，来，老师，阳明山对唔对？唔对。不过真正甲拍婆啊是安那，伊敢讲。勇敢。无唔对，爸爸讲唔对啦，不过伊敢讲。老实。是。好，来，你即马有机会啊，阿姨啊。这粒山吼，离恁台中较远。较近啦，有当时吼要爬去你个山之前，会先经过一个所在，你甲羊仔吼剪迄个门啦。再甲羊仔剪门，你知无？合欢山。对。哎呦，对安尼。哦，你讲啥？台语。你华语个讲。大声哦。国语再讲一次，大声一点。合欢山。嘿，台语安怎讲？下欢。嘴要合起来。下欢。山哦，来老师，合欢山对唔对？好，对。好，来分手。有一定的3000咯，明白。这个山的名吼，有2种讲法啦，讲啥会叫合欢吼。有一个讲法是讲，日本人捌伫遐拍原住民拍赢，做伙伫遐欢喜哦，这是一种讲法。另外一个讲法是讲。遐有5条溪汇集啦，迄5条溪汇集，以早有一个遐的地名叫五港泉，迄个五港这个音拄好甲这个日语的五港，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合欢的这个日语音，算做有哇安尼啦，所以有人是认为讲这嘛是可能是号名的原因，有这2种讲法，有3000几公尺嘛是算真悬的悬山着。真正敢讲就好哦，吼，敢讲就好哦，吼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各有哦，来，换人。好，来。
等下你无买落啊拍招呼啊吼。免。安尼咱就一来去佚佗哦。好，来，上回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，咱刷咧影片吼，请恁讲出这个盐田是咧台湾的什么市？哦，盐田哦。哦，已经讲到这明显啦。哦，是啊，不要。阿妈，免惊，咱先来去看一下盐田生做啥物款啦。影片爱先看。免紧张，我甲迄惊着。来，好来，咱请看。三位，好来，嘿，阿妈你看了，真正提示甲真好。对。盐水市吧。啊？盐水。无啦，更较大，盐水是算区的，更较大。阿妈你倒野人？阿妈你倒台南县，台南市。台南市。好来，老师台南市对唔对？对。嘿，家己的够用啦。对啦。好来，分数。就一滴就3000咯。不，千万就通领钱啊！阿妹，时间还未到。来，咱继续带这囡仔来去看一下哈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完。哦，真大片的吼。真大片哦。哦，真水。哦，哇，一撮安尼。咱拄仔看迄吼，我无确定敢是迄角啦吼，倒一角就是讲伫咧迄个北门吼，迄个生鸭卡遐。哦，这下卡迄个地号名遐，就是算做上界出名的一个点安尼。哦，啊，当然有人讲盐田，有人讲盐田，有人讲盐场。哦，这甚至嘛有人讲盐滩，就是有几种无同款的讲法。啊，不过大家可能较唔知影的是，其实这个地带是真出名的盐分地带。哦，盐分地带，这个当然唔那这个北门尔，吼，是将军啊，吼，迄附近遮的乡镇加起来，是一个真文学气氛吼，作家真济的一个文风真迄个所在，所以这是盐分地带。其实除了这个当然出盐，这足重要，过去迄个，不过更较重要是有留足侪文学作品落来。是。来，咱有分数有。叮当就好啊！好，来，各一位哦，加油哦！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要去佚佗啊！加油哦！来，上回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内底有一座红色的大桥。红色的大桥哦。在台湾哦，要请问伊是什么大桥？2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啊！你敢看到桥啊？哦，出现啦！罗代表。西里大桥。西里大桥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西里大桥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，分数先。就一滴就3000咯。来，咱继续来去西里大桥遐看看，好，来。咱这个西里大桥吼，古早是叫做罗水溪大桥，这是日本时代末期做的一个算做真大的一个建设啦吼，因为伊这个桥呢本身完工的时阵是已经到1952年左右才完工，啊，毋过伫咧差不多38年，1938年当阵开始起吼，迄当阵起好的时阵，其实是会使讲全世界第2大的迄个。桥啦吼，迄个第1大是迄当阵是所谓的旧金山的迄个金门大桥，迄个第1大，吼但虽然是世界第2大，不过伫台湾来讲，就是算上长的一个桥。30几个桥通是，所以是算真大的一个大桥吼，就是伫咱的罗水溪顶面啦，所以有迄个罗水溪大桥这个名，伫中华关云林关之间安尼，以上。来，咱即摆看分数，看阮罗甲。11000，啊，那咱西价嘞？哦，12000哦。哦，差这
1000名，头仔个拼哦。加油！起来，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来，咱来看8提示，中有一个问号。是，这8个提示吼，代表8个问题啦。有外来语、薄、考试、俗语、水库、乌珍珠、家人甲大城市。啊，迄个问号什么意思？代表内底奖金啦，有15000块甲1000块，中间无共款的金额。是，爱好好啊选哦。是，对不对？啊，阮内面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讲哦，有一条命，互恁大家。嘿，规家伙会当支援，敢一条命尔。嘿，啊，你若有是约袂出来，咱讲哦，我支援，啊，就一解啊。是，嘿，啊，过来是咱分数较低，吼，咱就爱先来选。是，嘿，不过这是有好无歹哦。看你的运气哦。嘿，即嘛是五子啊。五子啊。来，你先选。我先选。这题目我选一个就对哈。是。水库。水库。水库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水库奖金有偌济。哇！真正哦，加宝，水，啊，咱来约哦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詹文水库是台湾上大的水库，啊，你敢知影这个詹文水库是伫咧台湾的倒一个县市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感觉即摆来叫要15000块，一定要叫支援，一定要来，你先抽的。好，来，支援，来。詹文水库，詹文水库，加2，哎，加2，好，加2，好来，咱来看，加2对唔对？来，15000，今日记得15000块咯，厉害！是咱这家己的啦吼，啊当然，迄个伊有即个会当发电，啊会当防水灾，哦啊当然落尾佫有这观光的作用，吼，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即个水库安尼，哦以上。来，你要选倒一个？哎，小公主，科技。哦，你即摆9年的啦，好到要变过。来看，甲因即马的情景真符合。嘿，来考试哦，来咱来看下考试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7000嘛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传说当中，掌管考运甲官运的文昌帝君，伊骑的迄只是牛还是鹿马？来你哦。照来讲，应该是鹿马啦。啊，不过我想咱的题目应该是爱选牛才对。哦，但是嘛，还是要拣一个哦。哎，所以应该是牛。哦，确定哦。你确定哦？文昌帝君伊骑的是牛还是鹿马咧？请问传说当中，掌管考运甲官运的文昌帝君，伊骑的迄只是牛还是鹿马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文昌帝君哦。这吼爱定定去拜拜才知。我爱试落来吼。嘿，10秒啊。来4、3、2、2。照来讲，应该是鹿马啦。啊，不过我想咱的题目应该是爱选牛才对。哦，但是嘛，还是要拣一个哦。哎，所以应该是牛。哦，确定哦。你确定哦？对。啊，敢爱个试？没啊。按照牛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牛对唔对？这是鹿马啊！上主要是这个所谓的鹿马吼，伊这算所谓的新秀啦，吼新秀啊，其实伊是也无完全成马，也无完全成
梨啊、芦啊，吼啊，这就是一个敢若讲啥物拢无成，啊，毋过就是一个传说中的神兽。啊，可能会讲牛是，可能有的人会讲啊，是毋是为着这个考运啊考前袂使食牛，吼啊，其实袂使食牛，应该是讲甲考运无啥物直接关系啦，是讲哦，过去农村社会，大家这个做田人、做事人甲牛的感情吼，啊，就会感觉讲莫食牛较好安尼，啊，毋过对所谓考运来讲，照讲是无迄个直接的所谓讲食牛会影响考运啦，啊，所以可能是因为安尼会去约牛这个物件。哦，去牛皮。好，以上。好，不要紧，还有机会。来，我只要换你。好，换我吼。我即摆来选，我家人囡仔，我选家人好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家人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高兴哦，赞赞赞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人讲的迄个泡泡冰，伊是去家人定定爱食迄个美食。你敢知影会号做泡泡冰，是因为拉的时阵有亲像水泡破去的声，还是因为拉的动作亲像咧泡牛奶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个声还是泡牛奶的？哎呦，家人人，家人哦，我食遮尔济泡泡冰，都唔知影讲伊到底是啥物情形，你知哎，时间哦，好加载有紧记了，会出来。来来来，我看可能是亲像水噗噗噗噗噗噗噗的声吧。哦，来，确定哦。哎，你安尼甲我问，我会紧张呢。无，我大家拢会问。系啊系啊，他拄仔嘛是安尼问。是。噗噗噗噗，安尼啥其实是嘛无噗噗噗呢，敢若可能亲像在泡牛奶的款哦，是毋是啦？要想阁袂使支援呢。系啊，你已经讲过啊。你心内感觉打者？那亲像咧，泡牛奶好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那亲像咧泡牛奶对唔对？来解释，对啊，你是讲就是动作啦，吼，即个咧拿迄个配料啊，甲冰吼，迄个动作啊，讲是即个动作的关系，吼啊，是讲这有些大家唔知啥物人学的，就是讲其实就是泡就是一个动作，吼啊，这是地方的传说，吼，大家参考啦。啊，还有万二甲1万的哦，好，来，老师单身，你单身。来，多一个。哎，东二，来，我林帅姐。俗语哦，俗语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俗语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赞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嘿，请问俗语伫咧讲三日无溜八上树，是咧讲去甲人吼，迄八甲人的头壳顶去，还是讲咧学习的时阵爱认真学习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。来，这条若唔对，我真正包包登去啊！哦，对，台语老师啦，嘿，老师啊，这是阮定定咧鼓励学生爱做的，是爱认真去学习，安尼是。哦，对唔对？免包啊！来，首先，终于得到万二咯，袂歹哦。袂歹。这个溜的动作吼有几种意思啦吼，一个就是拄则讲的讲爱重复的练习这款的意思，啊，另外其实本来是咧讲实际的迄个饭啦、粿啦一寡物件，爱搁再算做已经熟的物件，啊，落尾搁再叮煮吼、叮吹啦吼，安尼一个动作嘛是溜啦，所以有咧讲溜粿啊、吼溜庆饭啊这种的讲法吼，啊，所以这定定一个字有几啊种意思，有实体的这个溜嘛，有抽象的溜安尼，吼，以上。黄你啊，我知啊。啊，还有1万的哦。哦，你无看婆婆来啊？啊，无是经一个婆。婆呀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婆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！厉害呢！婆婆，请你多多帮忙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家婆这个词原本讲的是管家婆还是金婆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家婆是。嘿嘿。哎呦。好，来。应该是管家婆的意思吧？管家婆。嘿，咱是管真济，管真宽。是。哦，金婆无一定逐项会甲你管，啊，若要讲金婆要管。啊，亲家亲嘛爱管呐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啊，要
家婆，咱家婆讲啊，就定爱讲做真侪代志啊，啊，管家婆就逐项都拢爱做嘛。哦，应该是这意好思吼。，咱来看哦，管家婆对唔对？恭喜佮加1万块咯！哦，够厉害！讲是讲管大细项代志的人啦吼，啊，当然落尾就言行做讲，啊，做爱管人的闲啊事的嘛，讲是做家婆的，也是讲较热心的人嘛，讲是所谓做家婆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正确写法应该是这个家好好迄个家安尼。家好，好，以上。老师就歹录的。哎要紧啊，还有比赛精神。别，购物。当然，好，恁算。外来语。外来语。我来我来语哦。我来语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。外来语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5000哦，袂歹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词吼，唔是外来语，是本地台语就有的，是物件真 Q， 还是芙蓉讲的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哎，你外来台语本地就有的是无？嘿，又倒一个是本地就有的，是 Q 还是芙蓉讲？嘿，芙蓉讲。哦，芙蓉讲对唔对？是 Q。这个 Q 吼，咱讲的时阵，这个音是中音拖长的音吼，唔是迄个咱一般拢讲什么 OPQ 的 Q， 迄个 Q， 迄个伤悬咯吼，爱搁较加淡薄中长音做 Q， 啊，这个另外这个词普龙讲，伊这开始是对日语来的啦吼，伊是对这个普龙正转的。吼啊，变做是即个芙蓉讲，即个讲法都是落尾搁延伸啦吼，啊，毋过原本迄个语言是对日语来，啊 Q 是足早以前就有的吼，啊，伫咧即个表示足安尼软 Q， Q， 也是讲迄个口感吼，真有迄个弹性的迄种的 Q， 嘿，迄拢是迄个啊，古早日本时代书店就有收啊，是。还佫有吼，有哦，啊，甲回答到最后哟，对啊，安尼免客气啊，来遮大声市哦，大声市，好来，咱来看者大声市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000。哎，阮大声市呢，因为声市真大。对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一府二鹿三艋舺是台湾早期上大的城市，啊，你敢知影一府的府是啥物城市咧？即卖是啥物城市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一府二鹿三艋舺，府。一府应该是台北市吧？哦。唔呀。好。不是啊。我想者。一府二鹿三艋舺。时间差不多啊哦。啊，应该是讲无有关系台南。哦。府城。嘿。府城。台南府城是不是？嘿。有影。来台南。台南对唔对？袂歹，4000啦，不加1000啦，4万啦。好，这府就是府城的意思啦，吼，以早的这个台南人吼，拢讲家己是府城人，嘿，啊，当然就是这个荷兰时代吼，迄个几百年前，就是其实真侪这个外口的人来吼。并唔是头先对北部来，当然北部嘛有啦，毋过较南山头先是对南部来，嘿啊，就是即个所谓的鹿港哦，艋舺这当然落尾慢慢发展啦吼，啊毋过会使讲上早的就是府城台南这个所在上早发展，嘿啊会有即个讲法，其实是差不多已经到全国时代才有即个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讲法，嘿啊古早本来是讲府城这个所在，嘛有人就直接讲，迄就是台湾台湾，就是。安平啊，甲差不多即卖中西区遐吼，就是迄一带吼，所谓的府城安尼。我现在等下去用拍真经啊，对。来，老师，咱就乌珍珠啊哦。来，咱来看者乌珍珠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000啊。嘿，嘛真好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山哪来的乌珍珠是咧讲什么物件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会使叫支援哦，老师来，你起来，来支援。有听过无？山哪来的乌珍珠？有听过无？无。伊是一种原住民咧食的，是原住民咧食的。
迄个嘢哪敢两个字？两个字，我老师敢会是？你有答案无？无。老师你有答，你的答案是色啊，吼。哦，不是，这个不是，唔是色啊。伊香味足高的。我一个煮汤还是糍粑啊，糍粑，淡薄哦珍珠嘛。哎呀，一粒粒安尼呀。哎呦，红子啊，嘿对。两个字。老师你要无时间啦哦。开始我真正哇，老师唔知啊。老师唔知影答案。了解你凊彩讲者，你拄则讲第一个是啥？色啊。色啊。色啊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色啊对唔对？一定用来算，因为山哪来啦？是虾米我住海边的，我唔知影。了解，咱请老师解释就知影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这是泰雅族吼，讲叫做马告，吼马告，这种的迄个嘛会当算是一种做香料用啦，吼啊，就是伫咧这个拄食的时阵，感觉讲我也敢若姜的迄个香香的感觉。啊，毋过搁刷尾就会有感觉淡薄啊，迄个敢若柠檬的香味，啊，甚至是迄个薰草迄种，吼香茅迄种薰草迄种味，啊，就是不管你要煮汤、要炒肉、要料理拢足好用的，啊，但是嘛有另外一个名，有人甲号做讲山胡椒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嘛看阮数，来，看阮罗价有46000。啊，来看阮西价咧，哦，毛24000哦。嘛真好咧。好，即摆今日来1秒，6000斤。嘿，1秒6000斤。大家动脑筋。啊，即摆奖金。即摆奖金有46000。哦，所以讲46000是46秒。是的。加落去。哦，搁加30秒变76秒，好吗？76秒哦。好，咱这个话啊无，总共敢若有3题呢。3题呢。啊，等你若提示出来的时阵，你若知影啥话就紧来试。紧甲有。我去健康的答，惊啦，紧的啊！健康答唔上的就讲想到的话，健康就停啊。秒数就会停啊。对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有8字。第三题是欠钱嘛会去哦。欠钱嘛会去哦。甲蠕动比有关的，什么做？爱讲。来讲。我老苗。不是，第4题是会使底下借钱哦。过来，结婚的去，欠钱嘛。第5题是甲珠宝有关的。拼奖金路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健康的答，惊啦，紧的啊！健康答唔上的就讲。想到的话，健康就停啊。秒数就会停啊。对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有8字。第一题3字76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伊甲蠕动兵有关系。蠕动兵。哎呦，会使继续讲，一直讲哦。第二提示来，结婚会去的哦，所以是一个所在哦。一个所在哦。过来，第3提示欠钱嘛会去哦。欠钱嘛会去甲哦。蠕动兵有关系，什么做？爱讲。来讲。我老苗。不是，第4题是会使底下借钱哦。过来，结婚会去，欠钱嘛。第5题是甲珠宝有关系。成功了。不是，过来，伊是一个所在。结婚会去，甲珠宝有关系，珠宝拢放在哪在？什么店？哦，这个。唔过秒数看起来。哦，袂歹，还够40啦，够40啊，够啊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第2题啊。第2题加油来几个字？哦，第2题嘛是3个字。哦，嘛是3个字哦。好，40秒哦。来，上个咱开始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是婚翁。婚翁是啥？我讲你第2个提示第2个提示，伊甲起考有关系。婚翁起考哦。第3个提示来，伊甲签嘛有关系。这个做签嘛。哦，应该是吼。应该是某食的哦，甲园游会有关系。园游会。嘿。啊，过来第5提示，伊甲沙庄有关系，伊甜会食的婚翁。糖葫芦第一名。是糖葫芦哦。唔是糖葫芦，记。哎呀，安尼我一看安尼胖的，也系规支的。棉花糖。哎，第一个讲。棉花糖。米花糖。好，这个对了，米花糖，安尼讲吗？
我算你对啦，伊叫做米仔糖啦。啊，米仔糖啦，也是真正讲袂出来呢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讲第三题，你即马看秒数。1.9秒，1009不要吧。紧，咱嘛是趣味趣味啦。哎啦，爱算好玩，算好玩。好来，三哩，第三第二哩，三哩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好来，第一个题是乡镇农会发行，哦，规本的哦。过来，第二题是早期的生活迄个指南，哦，当时要农民历啊，正确。今年我咧真会着，有影惊死人。厉害！秒数嘛，拄拄啊好。你看再见啊！真正拜不过不要拜。紧，咱的入门的票咱摕对啊，到啊。够复杂啦，吼，来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奖金无，不过咱嘛是要来去颁奖。咱五甲就是一个爱心啦。对。啊，够，阮有奖牌呢。哎呦，对。由于你着入门票啊，复赛过来。唔对，欢迎你复赛过来。嘿，啊，来咱这边哦，老师。嘿，老师，听讲有礼物要送来。礼物要送。我是讲，这甲向的联合国迄个海洋的议题、环保议题有关系。是。我是讲，这就会使摕这教材，会使送互恩主持人。是好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哦，谢谢。啊，真够水呢。对，这真正吼，嘛是甲环保有关的，意思讲咱若去海边啊佚佗啊啥哦，咱尽量粪扫拢爱家己扎顿。后边还有老师的祝福。来，一切顺心，一切顺心，专给有地位。啊，报存的时候电话再甲阮俩一下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呢。哦，讲有啊，讲有。阮头先真就用心呢。足够水呢，感谢。来，赞。来，阮来西头文化。嘿，欢迎大家拢会当去大家，因为大家啥位上有名？蚵啊，手饼，手饼拢少我食，够有东西啦，啊够，嘿，咱上尊敬的，嘿，大家嘛，嘿，老员去遐拜拜哦，啊，叫阮大家甲阮行的哦，好，今日啊，爱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啊，感谢咱的陈宏伟陈老师，辛苦啊！大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8班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老师，谢谢，你的礼物真好，谢谢妈妈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阿华姐，阿辉啊，谢谢。